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5，咱要对《申命记》第13章读到第19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3章，恁中间若有先知，也是做梦的出现，行神迹奇事，互恁看，对恁讲，咱来去敬拜服侍恁毋捌的神明。虽然因所行的神迹奇事有实现，恁嘛毋通听探迄个先知也是做梦的话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在考验恁，爱知恁是毋是专心专情听伊，恁着顺坦上主恁的上帝，敬畏伊，遵守伊的诫命，听探伊的话，服侍伊，忠心跟对伊。迄个先知也是做梦的，着甲伊处死，因为伊引诱恁背叛，带恁出埃及，救赎恁脱离做奴才的家的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偏离伊命令恁着行的道路，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恁公母的兄弟，也是恁的囝、查某囝，恁所疼的某，亲密的朋友，若有人暗中引诱你，讲咱来去拜别个神明，遐个神明是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，是四维的民族，不管离开恁远还是近，也是伫即个对任何所在咧拜的，恁毋通听探伊，毋通同情，毋通笑伊，嘛毋通暗护伊。恁一定着甲伊处死，恁着先下手，然后众人下手互伊死。恁着用石头甲钉死，因为伊想要引诱恁偏离，带恁出埃及，离开做奴才的家的上主恁的上帝。安尼，以色列众人听着就会惊，无人敢搁做即款可恶的事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徛起的城，恁若听见有歹人出来引诱城内的人，讲咱来去服侍别个神明，这个神明是恁毋捌的，恁着探听、调查、详细查问。恁中间若真正有即款可恶的事，恁一定得用刀杀死城内的住民，甲城内所有的，以及因的精神。恁着将迄个城的财物贴伫广场，用火烧城，甲拢总的财物归互上主恁的上帝，互迄个城永远荒废，无用得重建。所有应该毁灭的物，连一项拢毋通摕。安尼，上主就会回心转意，无法大生气，颠倒施恩互恁，怜悯恁，照伊对恁的列祖所立誓的，互恁人也加天。因为恁听探上主恁的上帝话，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对的事。第14章，恁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子民，毋通为着死人挂上家己的身躯，也是头额剃光光，因为恁是归属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。上主有对地上万民的中间拣选恁，做伊特别的子民。所有通厌恶的物，恁拢毋通食。下面是恁通食的精生：牛、绵羊、山羊、鹿、羚羊、赤鹿、野山羊、麋鹿、赤羊、象仔，所有本地搁番草的精生，恁拢通食。毋过，简单有番草，也是简单有本地的精生，恁毋通食。就是骆驼、兔仔、石番，因为因有番草无本地。
对恁是无清气。猪有本体，毋久无烦草，对恁嘛是无清气。遮个动物的肉恁毋通食，因的尸体嘛毋通摸。水中有鳍有鳞的，恁拢通食。所有无鳍无鳞的，恁毋通食，因为因对恁是无清气。清气的鸟，恁拢通食，毋通食的是鹰、枵、雕、雁、小鹰、白鹤甲伊的类、乌鸦甲伊的类、岛鸟、夜鹰、鱼鹰、晓鹰甲伊的类、暗光鸟、孤黄、猫头鹰、鹈鹕、臭头鹰、鹭鸶。好，白灵狮甲伊的类、地脚鸟甲蜜蜂，所有有翅阁会踅的，对恁是无清气，恁毋通食。毋久会飞阁清气的，恁拢通食。自然死的动物，恁拢毋通食。毋过通互恁城内寄居的人食，也是袂互外族人，因为恁是归乎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，毋通用山羊母的奶煮伊的囝。逐年恁着对野种所收成田园的出产10分抽1分，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食所奉献1/10的五穀、酒、油，甲头上生的牛、羊，安尼恁通学习常常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，伊所竞选的所在，若离恁上远，恁袂当带要奉献的祭物去遐，恁通换做银，甲伊包起来，摕伫手里，去上主恁的上帝竞选，互恁敬拜伊的所在。恁通照恁的意思，用遮的银买牛、羊、爆酒、厚酒，也是其他恁看做好的物。伫遐，恁甲恁的家眷，着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伙啉食欢喜。恁着照顾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，因为因伫恁中间无分着产业。每3年着将第3年收成的1/10运来藏伫城内。恁中间无分着产业的利未人，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、孤儿甲寡妇，拢通来食到饱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因为恁所做遮一切的事，赐福去互恁。第15章，逐遍满7年，恁着免除一切的祭物。下面是免除祭物的规例。祭主借互厝边的，着免除因的祭物，毋通对恁的厝边，就是恁的同胞，讨因欠恁的，因为上主已经宣布祭物免除。外族人，恁通甲因讨，毋过恁借互同胞的，着甲因免除。恁若真正听探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就袂有善食人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伫伊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大大赐福恁。上主恁的上帝会照伊的应允赐福恁，恁会借互真侪国，毋免甲因借。恁会管辖真侪国，因袂甲恁管辖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无论倒一个城，老善者的同胞，恁毋通硬心，手举起来，无要帮赞伊。
恁一定着伸手帮赞伊，照伊的需要照伊，补伊的欠缺，着谨慎，才免恁心内有歹念头，讲第7年免拄祭物的年就要到啦，就对恁善者的同胞当算毋互伊。伊若为着恁的缘故求结上主，恁就有罪。恁一定得互伊，互伊的时着甘心，因为对即个事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一切的工作甲恁的所做赐互恁。伫迄个所在常常会有善者人，所以我命令恁，伫恁徛起的地，一定得伸手帮赞恁善者困苦的同胞。你的以色列同胞无论男女，袂互你做奴隶，服侍你6年，到第7年，你着甲伊投放，互伊自由离开。你投放伊的时，毋通互伊空手离开，着对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羊、五穀、酒，摕一部分，互伊双手满满出去，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地做奴才。上主恁的上帝有救赎恁，所以我今仔日将即个事命令恁。你的奴隶若对你讲，我无要离开你，因为伊听你甲你的家，佮真爱甲你做伙住，你着互伊倚门神，用砖仔甲伊的耳孔钻空，伊就永远做你的奴隶。你嘛得安尼对待你的女婢，你甲伊投放，互伊自由离开的时，毋通毋甘愿，因为伊服侍你6年，伊所做的工是请来的工的定杯。上主你的上帝会伫你所做一切的事赐福你。所有头上生公的牛羊，着分别做成归上主恁的上帝。头上生的牛毋通做工，头上生的羊毋通甲前门，恁甲你的家眷，逐年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食遮的牛羊的肉，留破相，无论是摆骹失明，还是有甚物严重的瑕疵，拢毋通做祭物献互上主恁的上帝。即款牛羊的肉，恁通伫恁住的所在食，无论礼仪上清气还是无清气的人，拢通食，亲像在食羚羊甲肉。毋过血毋通食，着摒伫涂骹，亲像在摒水。第16章，恁着伫阿比月守上主恁的上帝搬过节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伫阿比月的一个暗暝带恁出埃及，着伫上主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上主恁的上帝献牛甲羊做搬过节的祭物。搬过节的食物毋通有价，恁着食无价的饼7日，因为恁离开埃及地的时真赶紧，食的是无价的饼。即种饼嘛叫做困苦的饼，恁着食，互恁一生纪念出埃及，脱离苦难的日。伫恁的境内7日久，逐个人的厝拢毋通有价。头一日会用所献的祭物，毋通留到天光。恁毋通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任何一个城献搬过节的祭，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献，着伫日落的时献，因为恁伫日落的时出埃及，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行来食。过早起，才倒去恁兜，恁着食无加饼6日。第7日举行严肃会，敬拜上主恁的上帝，毋通做工。恁着对用念日仔收割的日开始，算7个7日，守7收割节，敬拜上主恁的上帝。
照伊束缚互恁会修成，甘心献礼物互伊。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、甲外族人，以及孤儿、寡妇，拢着伫上主恁的上帝拣选，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做伙庆祝。恁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恁着遵行遮的规例。恁收藏五谷甲新酒了后，着守大了节7日。伫节期中，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、外族人，以及孤儿、寡妇，拢着做伙庆祝。恁着伫上主拣选的所在守节7日，敬拜伊，着欢喜守节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有赐福恁，互恁丰收，事事顺利。恁所有的查甫人拢着一年3遍，伫度假节、7收割节、大了节，到上主恁的上帝拣选的所在敬拜伊，毋通空手见上主。逐个人着照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福分，尽家己的气力奉献。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徛起的城，为着逐支族任命审判官甲官员，因着照公义审判人民。恁审判毋通颠倒是非，毋通偏袒，嘛毋通收贿赂，因为贿赂会互智慧的人变做痴迷，搁会歪曲正直的人的证词。恁着追求公平正义，互恁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久长徛起。恁为上主恁的上帝起祭坛，毋通伫边仔菜阿舍列女神的雕像，嘛毋通菜石雕像，遮个拢是上主恁的上帝痛恨厌恶的。第17章，所有破相，也是有下属的牛、羊，恁毋通献互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安尼做是上主所厌恶的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城，若有人无论男女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违背伊的约，去服侍敬拜上主所禁止遐个神明，甲日头、月亮、天顶的万象，若有人甲恁讲，有人做即款代志，恁嘛已经听到，就着详细调查。若果然是事实，真正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有即款可恶的事，恁着将迄个人拖出去广场，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若是2个也是3个人出来作证，着迄个人死。若简单一个证人，就毋通互伊死。证人着先出手钉伊，然后证人才下手互伊死。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。恁城内若有恶直判断的案件，无论是杀人还是烧过，还是伤害，恁着去上主恁的上帝拣选的所在，请问利未人做祭司的甲值班的审判官，因会指导恁着安怎判决。因伫上主拣选的所在指导恁的，恁着照安尼做；因教示恁的，着照安尼遵行。因对恁的指导，甲对恁讲的判决，恁拢着照安尼做，毋通偏左偏右。若有人骄傲，毋听探服侍上主的祭司，也是审判官，迄个人着互伊死。安尼，恁就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，众人听到就会惊，无人敢阁骄傲，毋听探。恁进入上主恁的上帝互恁占领的地，
伫遐徛起。若决定要亲像4位的列国设立王伫你恁，恁一定着设立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人做王，着对恁的同胞设立王伫你恁，毋通互毋是恁同胞的外国人伫你恁。王毋通为着家己加添真侪马，嘛毋通因为爱买较侪马，互人民倒去埃及。因为上主捌命令恁讲，恁毋通搁倒去迄条路，王嘛毋通带真侪嫔妃，则免伊的心受引诱离开上主。伊嘛毋通为着家己累积真侪金银。王开始坐位的时，着照利未人做祭司的所保存的律法书，为家己抄写一份，这份着下伫王遐，互王一世人读，通学习敬畏上主，伊的上帝，遵行这个律法一切的话，甲所有的律例，则免伊自个看轻同胞，离开这个界面，偏左偏右，通互伊甲伊的后代久长治理以色列国。第18章，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全利未支族，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无分着产业，因通食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祭物，这个是因的份额。因伫因的同胞中间无分着产业，照上主对因的应允，上主就是因的产业。下面是祭司对人民应该得到的份额。人献牛羊做祭物，得将前腿、2个喙脯甲肚互祭司，起头修行5穀、新酒、新油，甲拄整的羊毛，嘛拢得互因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支族中间竞选因，互因甲因的后代奉上主的名，永远徛伫伊的面前侍奉。老利未人无论因住伫以色列境内倒一座城，一心一意要离开遐，去上主竞选的所在服侍。因通亲像共宗族的兄弟，奉上主因的上帝的名，徛伫伊的面前侍奉。除了未祖产得到的以外，因犹原通得到同款份额的祭物。恁若进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毋通学遐的民族可恶的风俗。恁毋通烧家己的囝查某囝献做祭，惊邪术、卜卦、看命、做西公、画符、做动机、做倒头、牵亡。所有做这事的人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遐的民族因为做这事，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面前，甲因赶走。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无下事的人。恁所要赶出遐国的人民，拢听探卜卦的，惊邪术的。恁呢？上主恁的上帝禁止恁安尼做。上主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，恁着听探伊。恁伫何烈山聚会的时，对上主恁的上帝恳求讲，毋通互阮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的声，嘛毋通互阮搁看见上主伫火焰中显现，则免阮拢死。上主就对我讲，因讲了真对。我要伫因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你的先知，我要将我的话交代伊，伊要将我的命令传达互俗人民。伊奉我的名传达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甲因刑罚。毋过，先知若大主大意用我的名讲我无命令伊讲的话，也是奉别个神明的名讲话，迄个先知着死。恁可能会想，阮哪会知这个先知讲的毋是上主所交代的？
神伫奉上主的名传达的话，若无实现、无应验，这就毋是上主的话，是迄个神伫大主大义讲的，恁毋免惊伊。第19章，上主恁的上帝消灭遐个国，将因的地赏赐恁，互恁徛起伫因的城甲因的厝以后，恁就将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分做3区，每一区设一个城，佮开路通到遐，互刣死人的拢通走去遐。老人无意中刣死甲伊过去无冤仇的人，伊通走去避难城保全性命。譬如讲，人甲伊的厝边去树林测查，手举捕头一个测，捕头肉脱去，伤着厝边煞死去。这个人就走去任何一座避难城，通保全性命，才免因为路真远，报冤仇的心会倒，入着迄个刣人的人，甲伊刣死。其实伊毋应该死，因为伊甲迄个受误杀的人无冤仇，所以我命令恁，着设立3座避难城。上主恁的上帝若照伊对恁的列祖所立誓，互恁的土地确定，将应允要赏赐恁列祖的全地互恁。恁若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常常行伊的道路，这3座城以外，得搁设立3座城，才免无辜的人的血留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直到恁着承担无辜的人受刣死的罪。老人往返厝边，埋伏攻击伊，甲伊刣死，后来走去避难城。迄个人本城的长老就派人对遐甲伊掠出来，交互报冤仇的人甲伊处死。恁毋通可怜伊，着对以色列中拄起杀害无辜的人的罪，互恁事事顺利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土地，恁毋通移煞厝边的界址。迄个是以前的人所定的。老人做啥物毋对，犯啥物罪，毋通简单听一个人的证词，着有2个也是3个证人，才通甲伊定罪。老人恶意做伪证，控告某人背叛上主，这2个人就去上主所竞选敬拜伊的所在，徛伫一班的祭司甲审判官的面前，审判官就详细查问，若发现证人做伪证，要害伊的同胞，恁就照伊想要对付伊的同胞，安尼甲伊处罚。安尼恁就对恁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，其他的人听到就会惊，无人敢搁做即款可恶的事。恁毋通可怜伊，得用命赔命，目睭赔目睭，喙齿赔喙齿，手赔手，骹赔骹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《申命记》第13章到第19章。